那个这组图是我突发奇想看的吗？我宣布，今日份的减肥动力来自李菲儿。同样拥有紧致少女背的呢，还有刘诗诗啊、倪妮，还有金晨等等。果然啊，这个体态练好了，整个人的气质都能脱胎换骨。咱们不求做到女明星这种纸片人的身材，但是呢，为了成为合照杀手，咱们该练的还是得练。So today 跟我一起来打卡这个点赞过了100万的超火瘦背训练班。第一个动作，坐姿，挺直我们的上半身，不要耸肩，手臂上下开合30秒。动作2，胳膊上臂不动，小臂屈伸敲击我们的肩头30秒。动作3，上臂平行保持不动，小臂呢做类似划水的动作，伸展开30秒。动作4，微曲手肘上下交叉，感受到肩胛的肌肉有明显的拉伸感，也做30秒。做完以后呢，别忘了拉伸一下。第4个动作呢，是我从整套里面筛选出来最简单、最基础的啦，所以你们跟着练肯定没问题。然后想看完整的跟练版的呢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